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5，诗篇119篇57到58节安尼讲：上主是我的产业，我捌讲，我要尊叹你的话，我捌专心求你的恩，求你照你的应允怜悯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照你的应允怜悯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患难中帮助阮的上帝，主啊！你是艰难中扶持阮的天父，主啊！伫这个充满惊吓不安的时刻，阮需要你同在的快乐甲平安。主啊，因为阮卑微软弱，阮伫危难中需要你的拯救甲保护。主啊，求你用带领的手扶持保护阮，求你互阮安稳伫你的内面，互阮有平安。主啊，世间的一切拢无久长，这时转眼成空。总是主啊，你是阮的产业，我捌讲，我要尊叹你的话，我捌专心求你的恩，求你照你的应允怜悯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